我哋嚟到 Doggo Fest 現場啦。Doggo Fest 2025咧，其實係一個相對咧比較新嘅品牌活動嚟嘅。咁咧，其實係希望咧為香港高密度嘅城市生活咧，就創造翻一個大型優質嘅戶外人寵共享嘅空間。咁近年咧，其實已經成功咁樣咧，成為香港每年秋末初冬嘅時候咧最受歡迎嘅人寵互動節目之一嚟㗎啦，亦都係一個戶外體驗寵物盛會嘅大型博覽會嚟嘅。咁活動咧就好似上兩屆一樣啦，選址咧喺翻西九文化區嗰度咧進行嘅。咁而藝術公園呢個大草皮入邊咧，個位置其實非常之優越啊！佢隔離咧就係呢一個啱啱麥當勞展覽做完嘅一個博覽會現場啦。咁對出成個草皮咧，背靠翻呢個港島區嘅維港咧，佔地咧總共係1萬尺嘅。咁本身我都係第一次參與翻呢個 Doggo Fest 嘅活動啦，我就覺得現場氣氛咧非常之好啦。會場係好似比之前咧23同埋24年咧更加之大嘅。咁活動咧喺近2年咧網上討論度咧其實都非常之高，同埋口碑好好噶。咁就吸引咗大量嘅無鞋爸媽啦、寵物品牌啦同埋領養機構咧去參與翻呢個活動嘅。